秘密，我以前追过她。怎么那么多人追我，我都不知道。我觉得那我很漂亮啊，飞哥也很欣赏我，对不对？啊，有影伊安尼讲就对，不是我唔是，我唔捌咧操你蛋啊。问老哥到底有没有？你看，我们一打开话匣子，了解了多么流畅，多么自然。对。接着下来，我们想来听听你们最拿手的一些成名招牌歌曲。我也来到他乡的一个城都，不过我是真打拼的。妈妈请伊也无。接着下来，在节目中为您安排的这段歌谣啊，哇，那可以说是相当有价值的一段演出。为您邀请到的是2位，还不是1位。这2位可以说是我们国语歌坛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啊。他们2位呢，在当年也是号称这个金童玉女之称。当然那是40、50年前的事情。首先呢，请出这位男性这位歌者，我们欢迎谢雷先生。行好行好。要啉着水好归去，干脆予担啦免洗你，半梦半醒，加倍伤悲，怨叹人生路无边。要啉着水好归去，干脆予担啦免洗你。变化无常，碌碌人生，感慨万千难相对。若讲我这敢有意义？若要死，搁欠勇气。无奈心情，行又搁行，忝足忝，拖袂离。放雨水，雨水水水，水了不知啥物。谢谢。唱得好，唱得好，欢迎欢迎，欢迎我们谢雷谢大哥来到节目中。今晚这都个新歌哟，新歌啊，有一个出新曲盘，嘿啊，这听众朋友又有耳福的，谢谢。希望大家好好开讲。好，刷了个另外个请了几位，嘿，哎呀，那个玉女，把她请出来，我们欢迎陈莹洁小姐，哎，还有那个看姐的。袂当结局的爱，对我来讲是一种无奈。就老气。明知爱着你是不应该，我偏偏行对这路来，难分难离。要出爱的苦海，只有藏心内，只有藏心内，用悲哀我一生的爱，难分难离，一摆搁一摆，永远跳袂出爱的苦海。用悲哀换一生的爱。哎呀，欢迎欢迎！谢谢。哎呀，真的不是盖的，你看这个掌声，你看都加盖小绝对比你们这些操蛋，唱得太好了。在前辈面前就可以讲，哎呀，这前辈呢？你买了把你介绍玉女，你今麦是要他丢搞什么玉女？一共咱50米前金童玉女。今天我们还要特别邀请到2位来节目，收集了一些
早期你们可以前能自己都遗忘过的一些成员。可能谢大哥的会最突出了。哎，来，我们把这些珍贵的资料他唱片推进来一下。最多的。哎呦哎，这是加烟导呢。我该怎么办的时候，民国62年的时候。哎呀，你看看发根青葱，出生了没有？还没有出生，还没有。还没有出生。这个更早了。哎呦，那个时候。民国54年。哎呦。还是黑白的时候，这张最早，民国53年，我第一张专辑啊，就是这一张。这就是五花瓣的。接着下来，我们就要批判陈莹洁了，刻意打扮的，他那叫怂，人家不干。对，他怂，一直在等最时髦的时候哎。这尤其有一张照片，我看了一下，哪一张？那个简直是哪一张？我看是照片的吗？那是这一张吧？怎么眼睛比嘴巴还大哈？哦，你这个大眼睛哥和我们是差不多呢。以前年轻的时候，人家叫我大眼睛姑娘嘛。这想请教您是真的大还是甲状腺有点问题？眼睛本来就很大了。无啦，少年时较散啦，面无遐大的，把就看愈大啦。是，我要来进入我们这个陈莹洁，我们特别为她高兴。哎呀，这怎么最近都听说有您的这个结婚消息啊？是当时那样。恭喜你啊，总算嫁得出去。我你今嘛公算一组，你这是公算什么嫁不出去吗？对呀，不错啊，这么老了还有人要。怎么可以讲出这么老呢？对不对？啊，感觉上还是可以的，因为我觉得。因为我跟一般人一样都蛮平凡的嘛，对。人本来就是爱。看得出来蛮平凡的。啊，你艺术的讲啥？这么高尚无气质的丢，那什么艺术啊？对吧？这个秘密我以前追过他。怎么那么多人追我都不知道？我觉得那我很漂亮啊。飞哥也很欣赏我，对不对？啊，有影伊安尼讲就对，不是我唔是，我唔在操蛋啊。你问老哥到底有没有？你看，我一打开话匣子，了解多么流畅，多么自然。对。接着下来，我们想来听听你们最拿手的一些成名招牌歌曲，让大家回味一下。来回味一下。我来一首《骊山痴情花》，好不好？首先，我们热烈掌声欢迎这首揭开序幕的回味歌曲《骊山痴情花》。骊山有个姑娘，叫呀叫男孩，她的两个眼睛水呀水汪汪，乌溜溜的头发，披肩发，一般热情像太阳。骊山有个姑娘，叫呀叫男孩，唱起那个情歌多呀多嘹亮，不管早晨黄昏，甜甜的，吃着蛋挞欣赏着。还有国语的。当我和你相聚的时候，温馨在心头，看到你那纯情的眼神，就不想分手。爱的光芒闪耀心房，再不会迷惘。有你相伴，不再孤单，人生多灿烂。我要迎接爱的时光，美景要开创。我要珍惜爱的岁月，和你相。要和你紧紧把握一时一刻，爱的天地，爱的时光，充满新希望。好，很难得听到您唱国语歌了，真好听。台语歌，台语啊。为着你来流浪，他乡。找你，初出来繁华都市，暗中欢喜。大声叫着你的名字，你敢无听见？为怎样拢无消息？哎
最爱的。妈妈请你也保重。若想起故乡，目屎就流落来。免我意，请你放心，我的阿母。虽然是孤单一个，虽然是孤单一个，我也来到他乡的一个城都。不过我是真勇行的，妈妈，请你也保重。做回来。袂讲咪想要写杯来寄予你，希望你平安过日，我的阿母。想起是强强离开，想起是强强离开。我也来到他乡的一个城都，不过我是真打拼的。妈妈，请你也保重。哎呀，太谢谢今天两位的光临我们节目中，实在相当精彩。有赢的看假不来呢，谢谢。听了这精彩，叫我这个 get 来挂起。我们再次掌声谢谢谢雷先生、陈杰小姐的光临。